大家好，歡迎再次嚟到深海遊頻道，我係林寶森。咁今日咧想介紹一下我買第二隻船 Cadenza 嘅過程。如果你都係諗住咧新近會買船嘅話咧，咁你可以留意下訂船嘅步驟啊，同埋要注意嘅事項嘅。咁我喺91年嘅時候咧就寫咗好幾封信向外國嘅船廠咧係詢問同埋攞嗰個價目表啊，同埋報價啦。但係好奇怪咧，就只係有2-3間船廠咧係有回覆嘅，而其中一間咧就係喺英國嘅 North Shore 啦，北岸嘅船廠。咁佢係喺英國嘅 Itchenor 呢個地方喺 Sussex 嘅。佢咧就不但止話將資料寄俾我啦，同埋甚至乎咧邀請我咧去參觀佢哋個船廠添。因為當年咧我經常都係因為工作嘅需要咧，每年都去歐洲一次嘅。於是咧我就約個廠咧去佢哋嗰度參觀啦。Cadenza 咧係一隻 Vancouver 34嚟嘅，其實佢嘅前身咧係32，即係佢將船尾咧加長咗2尺，變咗咧佢可以有軚盤啦。以前咧佢係推舵嘅，即係所謂咧 tiller， 用 tiller steer 嘅。tiller steer 其實都相當好嘅，因為咧船嗰個舵咧個感覺係比較敏鋭嘅，你係會知道隻船咧想點樣樣。而咧用駕駛盤咧，往往個缺點，尤其是係風油軚咧，所謂你係感應唔到咧隻船想向邊邊轉嘅，想向邊邊走嘅。但係推軚嘅船咧係冇呢個問題，因為如果個軚咧係唔喺中位嘅話咧，你就即係表示咧你嘅船係一係就想搶入風，一係咧就想搶離開個風啦，係相當有參考價值嘅。Vancouver 嘅來源又係點咧？原來咧佢嘅最早嘅型號咧係一隻28尺嘅帆船嚟嘅。咁咧佢就係雙前桅嘅所謂 cutter rig 嘅，由加拿大嘅一位設計師叫做 Robert Harris， 佢咧就設計俾一對夫婦咧，想由溫哥華咧揸船咧一直去到新西蘭嘅 Auckland， 呢段路程咧其實都相當遙遠嘅，所以咧呢個船咧佢就完全唔會理會比賽嘅規則，而純粹係一隻咧重型、好穩定嘅、好紮實嘅跑長途嘅，即係所謂咧 Blue Water 藍水啦。咁我第一隻船咧係一隻 Yamaha 30嘅，佢嘅船嘅 number 咧就係 C747， 所以咧佢原名咧係叫做 Mumbo Jumbo 嘅，因為係 Jumbo Jet 747啊嘛。而咧咁啱咁巧咧賣隻船俾我嗰兩位咧就係國泰嘅機師嚟嘅，同埋工程師。咁我買咗之後咧，隻船名就改做 Talisman。Talisman 咧就係葡萄牙文嘅 talisman 咁嘅意思。佢都相當好嘅一隻船嚟嘅，因為咧佢個地方咧係好見使嘅，好叻咧係用盡咧所有嘅空間嘅，佢真係唔會完全唔會嘥位嘅。跟住咧我就想換一隻船咧係比較適合跑長途嘅，出深海嘅於是咧我就選擇咗有 Vancouver 34啦。當時咧隻船命名為 Cadenza。Cadenza 咧其實係一個音樂嘅名詞嚟嘅，意思咧就話咧一段難奏嘅即興嘅樂章，通常咧係獨奏又或者係獨唱嘅。當然啦，我買船嘅時候咧都仲未決定話要單人去出海嘅。咁但係咧嗰個名咧Cadenza 咧係有咁樣嘅含義喺裏邊。喺好多年之後咧，我有個朋友就問我咯，佢話：點解你嘅船，佢係葡萄牙人嚟嘅，佢話點解你嘅船改做 Cadenza 嘅？因為咧我哋喺葡萄牙文裏邊咧 Cadenza 咧個意思咧就係話哎呀弊家伙啦咁嘅意思嘅。
有啊。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即係口頭禪之類啦嚇。咁咧我就喺91年嘅春天咧就到咗英國。咁而好好彩咧，就因為當時咧佢哋第一隻嘅示範船咧嘅 Vancouver 34咧已經做好咗啦，同埋咧準備拎去參加英國嘅一個當地一個船展嘅。咁我就好好彩咧，有機會咧係試航喺呢個船度邊試航。雖然係喺一條河上邊做試航，起碼咧都叫做試過駕駛即係 Vancouver 34啦。訂船咧成個過程咧大約都係少過1年嘅時間嘅，即係話咧由落訂咧至到收碼頭咧都係咧大約係10個月嘅時間到啫。即係年尾咧91年尾咧隻船就抵達香港啦。當年咧 Cadenza 買船嗰個船價咧連埋非標準嘅配備啦即係我哋所謂補品啦，連運費咧係加埋咧係達到100萬港紙嘅。而100萬咧喺當時咧係足夠買到一棟咧750尺嘅一層樓噶啦。呢個船咧就係貴過，無疑係貴過其他船嘅因為咧佢嘅規格咧係達到咧 Lloyd's 保險公司嘅 A100 級別嘅，即係話咧無論係嗰個工序同埋材料都有好嚴格嘅規定嘅，同埋咧個廠咧亦都要係定期咧接受 Lloyd's 保險公司佢檢查佢個廠嘅。Vancouver 34咧都係屬於一個 production boat 嘅，即係話咧佢同一個型號咧佢係會生產多過一隻嘅，通常可能幾十隻等等不等。因為另一類咧嘅船就係話所謂 one-off design 嘅，即係話咧佢係獨一無二嘅。隻船咧個產量淨係做一隻嘅啫當然咧咁樣嗰個費用就會相當昂貴，因為咧佢係唔打算再重用嗰個模具啊嘛。咁而你玻璃鋼嘅船咧，或者玻璃纖維船咧，個模係佔咗成本嘅好大嘅部分嘅。當時咧繳付嘅方法咧係咁嘅，當你係決定買船嘅時候咧，你就先落訂咧10%，到隻船咧係脫模啦，即係話由個模度咧攞出嚟，咁嘅時候咧就再付40%，然後咧喺隻船差唔多完工嘅時候咧，你就再付40%，最後嗰10%咧就係喺託運之前啦，即係喺交碼頭前咧，你要清繳晒所有嘅費用啦，係分開咧4個階段嘅。有興趣訂購船嘅朋友咧，可以睇我哋下邊呢一個 link 介紹咧係買船嘅過程嘅。咁整個過程咧就好似期待一個 BB 仔出世咁樣。咁個廠咧又定時定候咧就會將個進度嘅相咧寄俾我啦。喺裝運嘅時候咧，我哋係用roll 船嘅。咩為之 roll 咧？其實咧就係運汽車嘅船。咁佢哋有一個好大嘅跳板嘅，嗰啲車咧可以自己自行駕駛落個跳板咧，去到碼頭上邊嘅。當然啦，船都要靠港啦。咁但係呢類船咧，通常停港嘅時間咧係好短嘅，可能1日半日咧佢就走噶啦。roll 咧嘅船咧，因為佢嗰個甲板咧應該叫做 twin deck 即係佢分開好幾層嘅。咁隻船咧係擺喺甲板入邊嘅，即係話並不是擺喺船面嘅。好處咧就係話咧，隻船會新淨好多啦，佢唔會受到風吹雨打啦。其中有一段咧一個小插曲咧就係我去收船嘅時候咧收碼頭嘅時候咧，就見到船度咧有另外一隻帆船嘅，即係有2隻帆船，就發現點解隔離隻船有一隻去日本嘅船咧，上面咧有一支桅係同
同廠喎，同埋咧佢亦都係裝咗雷達反射器啊，同埋呢個可以自己自行咧爬上圍頂嘅梯級嘅，但係都不以為意啦嚇。到隻船咧隻大船走咗啦咁我又將我認為係自己之為咧拖到翻去船廠嘅時候咧，即係喺皇家香港遊艇會嘅船廠裏邊裝嵌嘅。咁嗰個同我裝船嗰位石楷先生咧，就走嚟同我講咯。佢話：咦，你支圍好似同人哋調亂咗喎。咁原來咧，因為有兩隻船喺 row 上邊啊嘛，即係陰差陽錯咧，佢就將兩支圍咧係對調咗。咁我哋馬上咪通知船公司啦。咁船公司咧就特意咧就將支圍咧用一個吉櫃咧由日本專程運翻轉頭啦。當然啦，因為呢個係船公司本身擺嘅烏龍啦，咁佢係分文不收嘅，咁只係咧時間咧就耽誤咗一啲啦。其實咧一隻船咧，佢係由好多不同嘅供應商咧去供應即係不同嘅配件啊。呢啲供應商咧，佢本身都會有一個保用期嘅由1年至到3年不等。只要咧你係將呢個保用書咧寄翻去，對方有記錄咧就可以㗎啦同埋當然啦，個廠亦都知道你個船裝咗咩設備咧，同埋因為你係原廠裝上去㗎嘛，裝嵌方面咧係冇乜理由話會做錯㗎。咁有一點咧，我哋要注意嘅咧我哋買一條新船翻嚟嘅時候佢係由碼頭度咧，由大船嗰度咧掉落去水面啦。咁但係嗰一個時刻咧，你個船仲未出牌，同埋冇保險未攞到海事處嘅牌照等等噶嘛。咁所以嚴格嚟講咧，你係唔應該將隻船咧自行駕駛翻去嘅，只可以咧拖佢翻去等到咧出咗牌啦買咗保險啦搞好晒手續咧，先至係使用隻船嘅。當時咧船上邊係加咗一啲額外嘅設備嘅，我哋即係所謂補品啦。長途航行咧不可缺嘅就係一個風力舵啦 ，wind vane。咁呢個咧係長途單人咧航行嘅必需品嚟嘅。咁而我選擇嘅咧就係英國一個牌子咧叫做 Hydro Vane。Hydro Vane 咧，佢本身係可以係一個獨立嘅備用舵嚟嘅，即係話如果你嘅船舵咧係出問題嘅話咧，佢可以取代咧你個船舵咧嚟繼續保持航行嘅。咁嗰個冰箱咧其實係都係一個必需品嚟嘅，因為咧冇冰箱嘅話咧嘅食物咧就好難話長時間咁保存啦。咁變咗咧食物方面咧就會比較係單調啦，可能要成日捱罐頭等等啦。另外咧有一個係原廠裝嘅補品咧，就係嗰個小嘅遮太陽嘅棚啦，個小棚啦，係可以收得埋嘅。點解要收得埋咧？就因為如果打風嘅時候咧，收得埋嘅棚咧就可以避免俾風吹爛啦。當然咧有時咧風力好強嘅時候咧，你亦都會收細咗個棚嘅，以免不必要嘅磨損啦。咁另外嘅補品咧就係有船咧係加裝咗一個熱水器啦，可以沖熱水涼啦。佢係用引擎嘅廢氣嚟係製造去製熱水嘅，即係佢唔需要用電或者係即係只要你開摩打咧就自然咧有熱水噶啦。
當然啦，唔開摩打咧就冇熱水啦。咁另外個船廠咧仲有一個特點咧，就係佢嗰個面膠咧，即係我哋所謂 gel coat，佢係加咗一浸銅粉，相當厚嘅銅粉喺裏邊嘅。咁所以隻船咧，如果你係用砂紙磨佢嘅時候咧，隻船係閃閃生光嘅啊。咁而佢嘅作用咧就係銅本身咧係可以防污嘅，阻止咧嗰啲蠔粟啊喺上面生長嘅。但係我咧就個人比較保守啦，雖然話有咗呢個 copper clad 嘅面膠啦，但係我都係仍然咧係用呢個有用咧銅質嘅即係含銅嘅防蠔油嘅。Cadenza 咧其實真係一隻好硬淨嘅船啦，佢而家到今時今日咧，佢都仲喺香港嘅，雖然係轉咗手啦，賣咗俾另一位仁兄嚇，咁而佢都係有意思咧，打算去跑長途嘅，咁我係在此咧係祝佢好運啦，同埋順利啦。Cadenza 咧真係一隻好實淨嘅船，我從來都唔使擔心隻船嘅結構啊等等好靠得住嘅。主要咧係擔心我自己唔好跌落海唔好出事咧就得㗎啦。多謝大家收睇，希望你咧點讚留言多啲提問，下次再見。